Hello，大家好，歡迎嚟到迷團3，我係阿比。Hello，大家好，我係 Penny。喂，阿比啊，你有冇儲物件嘅習慣？例如儲啲舊銀紙啊、絕版舊書啊，更加有冇嗰啲集郵嘅習慣呢？梗係冇啦，新銀紙都未賺夠，唔會有興致儲舊銀紙嘅喎。咁書都有儲下嘅，例如我有小甜甜啊、叮當啊咁，但係叮當唔係哆啦 A 夢咯，應該都值啲錢嘅，我都有晒成套嘅。集郵啊冇噶啦，好麻煩啊，又要好小心揾個鉗嚟到鉗。咁香港又潮濕，好難 keep 得好。我唔係講呢隻集郵嘅。咩集郵啊？我個年代冇呢啲嘢噶噃，咩 ABC 君啊？喂，點解你講到口窒窒嘅？係唔係多到26個英文字母都用唔晒啊？定係淨係得一個英文字母呢？梗係得一個啦，不過唔會喺呢度講咯。我哋呢度唔係愛情心事台喎。咁你去到咩軍呢？多事咩啊？問下啫。咁今集你又想講啲咩呢？我相信大家對我嘅情史應該冇乜興趣噶啦。今集咧就想講最貴嘅10大物品啊！話說最近我睇到一條新聞，呢條新聞咧就係話三藩市有3兄弟喺佢阿媽間舊屋裏面咧個 attic 裏面清理啲雜物，佢哋就喺一個紙箱裏面咧就發現呢個紙箱裏面咧就有好多舊報紙，咁喺呢堆舊報紙下低咧就俾佢揾到一本創刊號嘅超人漫畫。嗱 attic 咧就即係我哋嘅所謂嘅閣樓咁解。呢本漫畫咧就係1939年由一間叫做 Detective Comics Incorporation 出版嘅。估計喺2025年嘅今日咧，應該少過500本流通喺呢個市面上邊嘅。由於佢呢本漫畫咧就擺咗喺個紙箱裏面，仲喺上邊咧冚咗好多報紙上邊，加上三藩市嘅天氣咧，就令到佢呢本漫畫咧保存得非常之好。根據 CGC Universal Grade 嘅咧，將佢呢本書咧被 grade 到係有9分咁高嘅。根據佢哋嘅 grading system 咧係有1至10分，1係最低分，10係最高分。有人拎咗本漫畫去 Heritage Auction 嗰度拍賣，呢本漫畫結果俾一個匿名嘅人士以912萬美金買走咗。哇！咁呢3兄弟真係發達啦，每人都可以分到300萬。我相信佢哋阿媽應該唔係有心保存呢本漫畫，一般嘅阿媽一定會抌咗啦，攞咗喺閣樓，仲要咁樣攞啲報紙嚟到冚住，佢分分鐘都唔記得咗自己有本咁嘅書喺度。佢咁樣處理絕對係無心插柳柳成蔭嘅鐵證。咁啊係啊，絕對係添。不過好多時好多嘢都係咁，點會有人預計到一本差唔多有100年嘅漫畫會值900萬咁多啊？下一個咧就係全球最貴嘅 Pokemon card 啦。呢張全球最貴嘅 Pokemon Illustrated card 咧，全球大概有20張。Professional Sports Authenticator 即係叫 PSA 咧，就將呢20張卡咧分別配上5個評分，有1張係4分，2張係5分，1張係6分，2張係7分，有5張係8分，8張係9分，同埋只有得1張係10分嘅啫。由於咧呢一批卡咧實在太罕有啦，所以就算低分嗰啲咧都好值錢嘅。例如一張9分嘅咧喺 eBay 嗰度拍賣咧就叫價400萬美金。而呢一張全球唯一嘅10分嘅卡咧，就俾一個美國嘅名人叫 Logan Paul 買咗。呢個 Logan Paul 咧都好出名嘅 ，YouTube 嘅 subscriber 咧都有2300萬人。而佢嘅細佬 Jake Paul 咧就喺2024年同拳王 Mike Tyson 打咗一場拳賽嗰個。Logan Paul 咧就2022年咧仲530萬喺一個匿名嘅收藏家裏面買入嘅。
佢買咗呢張卡之後呢，每次出場打摔角比賽呢，都會掛喺條頸度，其實都幾型仔㗎。佢將佢買卡嘅過程拍咗條片，都有1000萬人睇過，點擊率都好勁。哇！一張咁嘅卡都值500幾萬，咁係咪真係咁巴閉啊？當然，我哋呢啲平民就唔識欣賞呢啲啦。但係我相信好多收藏家會好願意收藏呢啲獨一無二嘅卡嘅。可能過翻3、5、7年，呢張卡會值800萬噃。係啊，我懷疑 Logan Paul 特登咁樣買咗，因為佢拍咗條片俾人知道佢先至係真正嘅擁有者。佢都唔怕俾人知道佢張卡其實係用530萬買翻嚟嘅。第時佢賣翻出去啊，嗰陣時一定都唔會係530萬啦。好似你話齋，冇800到1000都唔使諗。根據 Logan Paul 嗰條片咧，佢2月份已經開價400萬。不過過咗4個月之後咧，賣家最終 offer 咧係600萬。唔知 Logan Paul 死咗之後個價值會唔會更加高呢？其實阿 Logan Paul 同埋佢嘅團隊咧都非常之識賺錢，同埋亦都好識做 promotion 嘅。佢喺佢條片嗰度咧話會張卡咧就分開，佢嘅 Logan Paul 咧就自己有49% of ownership， 咁咧其他咧就用 NFT 嘅形式就俾其他 fans 去擁有咁樣。下一件出場嘅咧就係全球最貴嘅畫啦。全球最貴嘅畫咧就係由達文西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七文西，我都希望叫翻我全名達文西。冇問題啊，文西，多謝，唔好客氣啊，文西。或者好多人都係叫佢做達芬奇嘅人畫嘅救世主啦。幅救世主咧其實係相當具爭議性嘅，爭議性咧就係在於佢嘅真偽。但係最後咧就喺紐約拍賣會上邊，呢幅畫咧就以4億5300萬賣出。達芬奇咧其實係一個天才，佢嘅研究咧對後世有好大嘅影響。有機會我哋先再講下。佢有另一幅畫咧，當然係全世界都知㗎啦，就係蒙羅麗莎的微笑。但係由於呢幅畫咧從來未俾人拍賣過，偷就俾人偷過，但係就未俾人拍賣過，咁所以呢幅畫嘅價值咧就係唔知道幾多錢嘅。以幅畫嘅名氣咧，加上佢所有嘢咧，估計佢嘅價值咧絕對係高過呢幅救世主。有人粗略估計過蒙羅麗莎的微笑咧，起碼應該係10億起跳嘅。達芬奇其實仲有另外一幅都非常出名嘅畫，就係最後的晚餐。最後的晚餐嘅價值估計係最貴嘅。不過由於第一佢係壁畫，第二就係從未俾人拍賣過，最重要嘅就係佢嘅歷史藝術嘅原因，所以價值呢就係唔能夠估計。所以據說最後的晚餐係會被認為係無價之寶，因為冇理由拆咗幅牆落嚟去拍賣噶嘛，所以係真係冇辦法估計佢嘅價值。咁呢幾件名畫都係世界聞名嘅，咁我知道蒙羅麗莎的微笑一定係其中最貴嘅一幅畫。咁有人研究過蒙羅麗莎的微笑係畫裡面有隱藏嘅秘密嘅喎。吓？有咩秘密啊？好似關外星人事，第時如果你有機會你再講啦，你知好多外星人嘢㗎。OK，咁我哋再講下一個啦。下一個咧就係最貴嘅錢幣，大家都估唔到啦。最貴嘅錢幣咧係一個又係1794年美國鑄幣廠鑄造嘅第一個純銀嘅1蚊銀幣，名叫1794 Flowing Hair Silver Dollar。銀幣嘅正面咧鑄咗咧自由女神嘅流動嘅頭髮。
背面咧就鑄咗隻老鷹，都係美國國家嘅象徵。據說當時咧總共鑄造咗1800個，專家估計咧而家大約只有大概120至130個喺市面上面流通。喺2022年嘅時候咧，就以1200萬美元賣出。我都有過呢啲銀嘅1蚊喎。有人當時教點樣去分真假，就係2隻手指夾住個錢幣啦，然後咧就將個錢幣打橫咁樣吹一口氣，咁係放喺個耳仔邊，你就會聽到哼一聲咁嘅，咁嗰啲就係真嘅咯。咁啲老華僑話真嘅銀幣先可以咁樣有咁一聲嘅。有啲咁嘅嘢咩？真係唔係好知道喎。下一個咧就係最貴嘅珠寶啦。最貴嘅珠寶咧就係名叫希望之鑽 The Hope Diamond。希望之鑽咧就係重45.52卡，係藍鑽嚟嘅。而家喺美國國立自然博物館展出，估計嘅價值咧就係2億5千萬，因為咧就係買咗2億5千萬嘅保險。原來咧鐵達尼號嘅電影咧，女主角所佩戴嗰件咁嘅鑽石頸鏈海洋之心咧嘅原型咧就係嚟自被詛咒嘅希望之鑽石。據說希望之鑽咧就有啲傳說嘅，原來咧希望之鑽咧就帶有詛咒嘅。話說呢顆鑽石咧就係喺印度教嘅神像上面被偷走，而神像咧就對佢落咗詛咒。多年以嚟咧，一長串嘅擁有者名單之中咧，都有好幾位死於可疑嘅情況，或者擁有者喺購買鑽石之後咧遭遇到意外。佢哋嘅意外或者死亡咧，係唔係同希望之鑽有關咧？其實都值得令人哋研究下嘅，亦都覺得好奇怪啦。例如有好幾個物主自殺啦，甚至處理嘅人咧都被謀殺，而家就喺美國展出緊。所以咧就唔係被美國擁有，咁有可能咧就唔會有影響啩。據說其他被詛咒嘅珠寶仲有光明之山啦、梵天之眼等等，有機會再同大家分享一下。哇，好期待喎！最中意聽呢啲謎團。咁請大家留言講下你哋聽過或者你哋知道嘅傳說啦。係啊，佢哋有唔同嘅傳說，所以令呢啲珠寶更添上神秘嘅色彩。我相信我哋可以開一集講關於詛咒嘅傳說。呢度其實我哋講得好少嘅，因為嗰啲咁嘅珠寶其實有好多唔同嘅傳說。不如大家俾啲意見，我哋想聽啲咩傳說，或者你哋知道啲咩傳說，喺留言板嗰度話俾我哋聽啦。咁下一個最貴嘅項目呢，就係最貴嘅籃球卡啦。阿比，你估下個籃球卡係屬於邊個嘅？我估計係 Michael Jordan， 佢咁勁。其實我原本都以為係 Michael Jordan， 但係後來發現原來係由 Michael Jordan 同埋 Kobe Bryant 一齊簽名嘅卡。原來呢一張卡咧喺2025年嘅8月份咧，俾匿名人士咧以956萬鎊，即係大概1200萬美元所投得。呢張卡咁貴嘅原因咧，就係其中一個簽名嘅人咧已經唔喺世上啦。同大家補習下先 ，Michael Jordan 咧就係籃球之神，依然係在生嘅。但係好可惜咧 ，Kobe Bryant 咧就喺2020年咧死於直升機意外。好多人包括 Michael Jordan 都認為 Kobe Bryant 同佢好似。Kobe 嘅死係令人係覺得非常惋惜，包括係我。哇！真係好可惜嘅喎，Kobe 嘅離開真係籃球界嘅一大損失。雖然佢嘅成就唔夠 Michael Jordan， 但係佢都好勁㗎，好多細路都好想向佢學習。係啊，冇錯啊。講起而家都有啲心噏，佢真係走得太早啦。下一個講嘅咧就係2025年最貴嘅屋。阿比，你估下呢間又係喺邊度嘅咧？唔係喺香港啩？呢排啲樓跌咗唔少喎。咁你都講得啱嘅，咁啊唔係喺香港。答案原來就係英國嘅白金漢宮。大家都知道白金漢宮係由英國皇室所擁有，
原來估計嘅價值咧係值49億美金，裡面咧有775間房、188個員工房間、92個辦公室同埋78個浴室。咁應該呢間嘢咧就唔會賣㗎啦，不過就唔知整咁多間房嚟，總之就乜。而私人擁有嘅屋或者樓咧，就大家都估唔到係原來係由印度嘅首富 Ambani 喺孟買起嘅屋，叫做或者呢個應該係一個 apartment 咧，叫做 Antilia， 就用咗當時造價咧就用咗20億嚟建造嘅。根據資料顯示咧，2023年咧 Antilia 嘅價值咧就係46億。裡面有直升機嘅停機坪啦、游泳池啦、私人影院，仲有一間冰房添。Ambani 喺世界富豪榜排名第13位。哇！間屋咁型，有間冰房，想點啊？真係有錢就係任性。係啊，咁又係啊，印度咁熱，都唔使有桑拿房，走出室外都已經係有間冰房，着住羽絨，睇住外邊30-40度。都幾反差㗎。我有啲想講粗口。唉，算啦，鬼叫你窮咩？講咗樓，下一個啊，梗係講下車啦。原來喺2025年最貴嘅車咧，就係 Rolls-Royce 嘅 Droptail 啊。哇，個名好難讀，我就叫佢做 Droptail 啦。呢部車估計嘅價值咧就3000至3200萬美金。咁全球得4部啫。你想買都冇啦，已經賣晒啦。引擎咧就係 6.75 個 liter V12 Twin Turbo， 加上咗唔少嘅特別嘅元素啦，例如用咗1603件嘅黑色木人手雙嵌嘅車嘅時鐘咧，仲可以當手錶咁用，真係巴閉。有咩咁勁啊？車嘅鐘可以做手錶，3000萬買咗好多隻手錶㗎咯噃。咁你又錯啦，3000萬買唔到最貴嘅錶喎。原來最貴嘅錶咧就係 Graf Diamonds 嘅 Hallucination， 佢估計價值咧就係5500萬一隻。呢隻手錶鑲有110粒唔同顏色嘅鑽石，有粉紅啦、藍啦、綠啦、黃啦，同埋一好特別嘅橙色嘅鑽石。佢嘅價值咁貴咧，就係以鑽石嚟計算嘅。哇！呢隻咁嘅鑽石錶值5500萬，咁啲鑽石堆堆砌砌咁樣，咁鑽石嘅價值咧就當然係會令呢隻錶更加水漲船高。但係坦白講，嗰個 design 就真係相當奇怪，好似咁粗將啲鑽石堆埋一堆堆咁樣，我真係唔識欣賞啊！哇，講咗咁耐，啲全部都係天價嘅物品，係好好睇，不過真係買唔起喎。係啊，所以最後一個我咪講一隻你同我都可能會買得起嘅物品咯。呢一隻呢，就係早排喺非常之興嘅 Labubu 啦，而家好似熱潮都未退。嗰個韓國組合 Blackpink 咧，其中一個成員都 showcase 咗佢有一隻。原來最貴嘅 Labubu 咧就叫 Labubu Vans， 喺2025年7月就以10,534蚊6毫4美元賣出。係啊，係7萬蚊港紙就買到啦。我就真係唔識欣賞啦。我哋一口氣講咗10樣最貴嘅物品。有一啲當然有錢都買唔起啦，咁例如啲白金漢宮啊、達芬奇嗰個最後嘅晚餐等等，但係而家有呢啲有錢都未必會買嘅喎，咁7萬幾蚊我真係唔會買啦，Labubu，起碼我唔會先啦。嗰隻嘢我唔識欣賞啦，其實核突到冇人有。都唔係嘅，靚嘅，不過7萬蚊我覺得唔係好值咯。我睇過啲圖咧，你睇下幅圖咧，其實真係我又唔覺得有啲咩咁特別。7萬幾蚊可以做到好多嘢喎。今日講住咁多先啦，下次有機會再同大家分享其他有趣嘅謎團或者話題啊！請大家留言、點讚、分享我哋呢條片同埋我哋嘅 channel。
下次再見，拜拜。